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台湾文学馆除了收藏、研究及介绍台湾文学，嘛替台湾的作家翕袂少影片，留落来袂少作家因足珍贵的影音资料。今日这集节目是要介绍两个台湾真重要的女性作家及因的影片。这两个女性作家伫影片内底拢是讲台语，一位是台湾早期真罕得看的儿童文学作家林立，另外一个是真侪人拢熟悉刘静娟老师。今日毋若介绍因，我嘛会放一则因家己读的作品互大家听。咱先来讲林立老师，我会记得细汉咧看囡仔册，拢是翻译了无偌好的外国囡仔故事，也无就是爱直接看大人咧看的册，无像现在因这代遮尔幸福，有遐尼侪囡仔册通拣通看。做这集进前，我毋捌听过林立这个名，毋过林立老师的第一篇囡仔故事是伫我还未出世的时，1964年就发表啊，或者小爷子的流浪。战后写囡仔故事、囡仔册的人无侪，伊是第一个战后写囡仔册的女性。林立老师的本名或者林玉敏，伊是1933年出世伫高雄桥仔头，伊今年已经90岁啊。伊有受过完整的日本教育，所以战争进前伊用日语写作。战后伊嘛做过袂少的日语翻译，毋若翻译册，一寡影片嘛是伊翻的。伊捌讲过，伊是读日本册，讲台湾话，后来阁写中国文的人。虽讲伊翻译甲创作的作品文章真济，毋过伊拢认为伊家己就是一个家庭主妇。我是毋知影台湾即满有偌济人有办法靠写囡仔册，也是囡仔故事的生活。过去伫林立老师迄个年代是真无可能的。大部分写囡仔册的查甫作家，拢有别项职业，有一份薪水。林立老师无，甲伊迄个年代大部分的女性相共，伊读册了无偌久，就结婚生囝。毋过伊伫厝内，除了照顾家庭以外，所有的时间拢是咧写作。一方面当然伊有足侪故事通写，另外一方面伊留伫厝是为着会当照顾厝内的囡仔。伊大部分拢是暗时啊，大家拢去困的时阵咧写文章。伊故事写了，佫会先读互伊的囡仔听，问因敢是听有啥物意见。伊一直拢无认为伊家己是一个作家。迄当阵写囡仔故事的人足少的。伊太会想着要写囡仔故，伊拢甲人讲，伊是受过日本教育，华语毋是足好诶，佮规工拢关伫厝内，毋知影外口诶世界生做安怎。写囡仔故事对伊来讲是上简单诶，因为伊想要安怎写，就会当安怎写，故事安怎编拢会通。伊写诶故事内底主角有袂少是动物，也是物件，像恋情啊，也是像野子。另外，伊嘛会写着一寡社会基层工人的故事，像来厝内修理便所的人，也是伫路顶修理电塔的人。伊伫1974年摕着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因办的第一届的儿童文学奖，得的是少年小说的第一名。迄部小说或者《山里的日子》，这是伊细汉战争的时阵，苏开美去山顶的经验做背景，写住伫庄脚的囡仔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查甫囡仔，因老爸是做田人，内底写这个查甫囡仔看到的大自然、庄脚的生活，囡仔咧耍的办公会啊、控土窑，写因庄内人甲人安怎互相帮衬。
嘛写迄当阵的考试。伫因迄年代要读初中，也有着用考的。这个查甫囡仔，伊真介意伊家己出世大汉的所在，嘛真看重种田这项工课。毋过落尾，伊也是互因老爸送去市内读册。这个故事写足侪台湾庄脚的光景甲人文。这甲迄个年代，台湾拄开始找本土文化、乡土艺术真有关系。这部囡仔小说嘛，因为安尼，互人看到。虽讲伊拢讲伊家己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毋过伊写的2个卫兵，就是一个政治故事。这个故事真简单，是咧讲有2个国王，因为着要烧钱土地，互足侪人去烧钱，真侪人牺牲，嘛浪费真侪资源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来一个高人，甲因讲，毋免阁坐讲即个界线要画伫倒位，上好的方式就是伫2国中挖一个大水池啊，大家拢会使做伙使用，而且水是会流动的，无法度切断，嘛无法度阁去画线，所以就无需要甲遮的水阁分讲是谁的啊，因就毋免阁战争啊。林立老师伊自细汉讲台语。所以伊嘛有甲伊细汉时听过的台语俗语，一条一条写做故事。野菊花和地藏王菩萨这本册是2012年中华民国儿童文学学会替伊出版的。刷落来，大家先来听一段林立老师伊家己读伊写的日语故事。ミコ目覚めた。母様に呼ばれて、私は目が覚めた。今日の気分はいかが？母様は窓を開けながら私のベッドに近寄ってきた。だいぶ良くなったわ。私は応援だ。本当に今朝は気分が良かったもの。ミコおいで。富士桜の花がきれいに咲いているよ。大家若要知影伊读的是啥物，去看影片就知影。伊读的是伊10几岁做查某囡仔的时阵，还伫日本时代，伊家己画、家己写的一本故事册。刷落来，我来讲刘静官老师，伊甲林立老师差7岁。毋过差这7档，互刘静官老师甲林立无相共。刘静官老师毋捌受过日本教育，伊是去学校读华语册大汉的。刘静官老师是1940年出世伫南投，伊3岁就对伊老爸老母搬去彰化园林。高职出业了，伊就去台北食头路，伫台湾《新生报》的副刊做编辑的工课，后来就变做主编，后来做主任，过来就一直做甲退休啊。伊摕过足侪奖，上大的奖是国家文艺奖。伊出过20几本册，伊本上是为伊做查某囡仔就开始写，后来换写伊的家庭，做人的老母，写伊的囡仔，伊嘛写大自然。写花、写树仔、写草，后来伊写的是伊恰碰西画图的退休的生活。伊毋若讲过一摆，伊有一个天性，就是文学家的老母，足够讲故事，时常讲故事互囡仔听。有时是家己编的，有当时是伊去看戏，佮讲互因听的。这款经验，互伊大汉真爱写作。嘛受到足大的影响。刘静官伫园林大的所在，佮离园林图书馆足近的。伊自细汉就足爱看册。伊第一摆投稿，互人刊出来文章是18岁写的。迄篇写伊还未晓煮饭的时阵，去菜市仔买菜的经验。后来伊佮投稿写的是伊去电头毛，因为伊的文章写了袂歹。所以就互人请入去报社食头路。为迄时开始，伊就做编辑工课，嘛一直咧写作。
伊算是1970年代第一批受过华语教育的本土女性作家。有人讲伊写的是乡土文学，因为伊写的拢甲生活足有关系，是逐个人拄会到、看会到的物件也是代志。伊嘛写伊住伫庄脚的经验，写台湾的自然环境，写民俗习惯。特别伊是会写到足侪伊拄到的人，甲遮的人情世事，遮拢反映台湾社会的文化，尤其是台湾人甲人斗阵的方式。伊收到朋友相送的是伤透早才挖起来麻竹笋，要分互大家食。伊讲产地直接来的，真正有，紧来摕，才袂互伊刮去。天气有较热，我嫌半工去摕麻烦。伊热情直鼓吹，讲足大支的呢，会当一部分煮汤，一部分卤也是炒。偌大支？伊讲有50公分，正经笋仔一般拢30公分左右，毋捌看过遐尼长的。好咧，住附近阿华，第二天要去。文章内底有伊足真足的观察，特别的是，伊有一款深色的方式来讲伊看会到的代志，而且伊嘛用一款真体贴的方式来解说伊看会到的。大家若有看过刘静管老师的影片，也是听过伊的演讲，就会知影，伊真正是一个真好奇、佮讲话足趣味的人。像伊退休了出的台语册，行行卖着顶。这本册内底有一篇文章，就咧写面册的使用者，写甲足深刻的。这篇就叫做《直直甲你饲赞》。伊讲有的人会来伊的面册，10000年啊，就饲足侪赞。照理来讲，迄就表示讲饲赞的人无认真去看伊铺文是咧写啥。所以伊有的朋友是无介意这款面册的人，毋过刘静管老师讲，伊会当理解，就亲像伊过去去上班的时阵开会，有的人会去问导游，讲几句话，互人看会到，就佮赶紧离开啊。伊就无法度安尼，拢会乖乖坐到尾啊。一直到一天，伊的主管甲讲，你若有代志要无用，会使毋免去开会，毋过至少爱去签名。伊家己心内想的是讲，安尼就表示咧骗人，干那去签名无去开会。想袂到伊的主管答讲，你去签名，就代表你有尊重这个开会。所以伊嘛用这款角度去理解遐个直直饲赞的人。刘静管老师会开始写台语，是受到伊的后生用台语报国际新闻的影响。伊嘛讲，拄开始伊是写华语，才翻做台语。毋过真紧，伊就发觉讲安尼写是袂通诶，伊就开始拼命去并书典学写。伊讲用台语写作了，伊发现台语诶形容词佫较正确，佫较活跳。若是短短诶文章用台语写，迄篇文章诶高度、深度是无相共诶。有一摆，伊伫杂志顶悬诶访问讲，伊对写作诶要求。无论是过去也是即马，用什么款语言写，伊拢认为写出来的文章甲文字就爱真，这是第一要紧。接下来爱营养佮趣味，若无法度营养佮趣味，两项拢有，至少就爱趣味。伊讲有诶文章伤过注重营养，看起来是足无聊诶。毋过真侪趣味，伊本身就足营养诶啊！网络顶有真侪刘静管老师诶影片，毋过台湾文学馆旧年翕诶即块无啥相共诶是，老师伫内底是专程拢总讲台语。大家若看影片，就会当发觉今日讲诶即两位台湾诶女性作家，一个是家庭主妇，一个是职业女性。一个是读日本册，一个是受华语教育，毋过因拢有足相共诶所在。特别是若去看遐影片，因拢会讲到因捌经过一段讲台语，佮着用华语写作，
即款无法度完全合意的过程。影片内底嘛会发现，因两人对看到的政治社会变动是足敏感的，嘛有真侪批判。毋过，因的作品写出来，拢是真亲切、趣味的内容，呈现出因做查某囝、做人的某、做人的老母，也是家庭主妇、职业女性，遮拢无相共的女性的角色的面貌。大家去 YouTube 也是台湾文学馆的网站，会当看到遮影片。台湾文学时光遮纪录片内底有17个真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的摄影，遮纪录拢真珍贵。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遮影片的连啊，嘛请大家后礼拜一继续收听王慧文的作品13、15遐的介绍。大家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ECP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